他把马杀了，这是杀马敬我呀！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玄虎，切！边陲小城，弹丸之地，自己家的少君都被送过来当质子了，还有什么可嚣张的？韩少君病病歪歪的，看着就是个废人，还拿马发上脾气了，最后啊，还不是任您摆弄吗？边陲啊，弹丸，废人啊，任我摆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活命，就别把这些话当着韩硕面说。那是自然不会了。哎，倘若啊，我要真把韩少君惹怒了，三公主你不得护着我呀？我自己我都护不住，我护你我。我要是顺着剧情，在洞房之夜喝了韩硕的毒酒，领了盒饭，我是不是就能醒过来？三公主，我给你讲述一下今日大婚的全部流程，你仔细听听啊。你素来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，哎，但这回不同啊。自从城主大婚，咱们花园城已经整整30多年没有举办过婚仪了，这次又是和玄虎2城联姻，规模更为盛大。别的咱不说，就说这花车游街，足足64城的。你是子睿吧？啊，当初为了增加字数，给你身上加了好多词儿，你不会一直这么啰嗦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句话只能说10个字儿。不是，现在什么流程？10个字儿。哎，花车游街娱2郡主一起。花车游街免了，不去了。免了？我的三公主啊，这史无前例呀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韩硕成亲，除了喝交杯酒，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免去。那如何跟城主还有2郡主交代呀？这还不好说，你就说我心急如焚，着急跟韩硕洞房。什么？花车游街免了？回禀2郡主，说是驿站传来消息，韩少君急着与三公主洞房，众人议论13公主偏好美色，性急。紫竹，芊芊是我妹妹，岂能妄议？小人知错。韩硕若是良配，也再好不过。芊芊成婚后，就能安稳些吧。是。少君，此毒名为断魂散，入水无色无味，中毒者会在睡梦之中暴毙而死，杀人于无形。您放心，他们怎么查，都查不到您的头上。还有个事儿。属下听闻，这三公主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功夫了得。您带上这个，以防万一，如有不测，少君的清白最重要。要是今晚我跟他发生了什么，你觉得是谁占谁的便宜？属下多虑。陈芊芊暴虐成性，刁蛮专横，花园城主却偏宠此人。今晚，他死有余辜。少君英明。禀告少君，三公主刚刚交代，花车游街免了。免了？我们少君乃一城少主，当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，岂能说免就免？三公主还交代，将韩少君直接送入乐礼府，立即洞房。
少君，请吧。岂有此理！成何体统？哪有大婚当日女子急不可耐的？白吉，就依三公主的。少君，接下来呢？什么流程？祭天，祭告上天，永保长宁儿。不用了，结个婚不用跟老天爷说了，祭天也免了，赶紧洞房。